画面上这摆满规道的各种的美食，不管是包仔、水饺，或者是手工饼干，拢是透过这一台搁一台的机器所做出来。这个超级厉害的食品设备，拢是林德在地机械厂所设计。因为设计研发大大节省人力，百成机械食品机械参加国内外的展览，拢得到真好的成绩。因此，贸易局嘛特别安排国外驻台单位到公司来参访。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包馅的一个产品哦，自动包馅的产品哦，就是所有的像月饼啦、凤梨酥啦、水饺、包子哦，这种自动包馅的产品，我们主要是在做这个产品哦。因为我们目前有在导这个英雄联盟哦，上下游整合 Total Solution， 帮客户研发新产品，把产品做到商品化。那希望将来我们百成的公司希望就是要做全世界100个城市、100个国家的意思。那目前公司已经销售全世界80国了。那希望不久的将来，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全世界100个国家。10几个国家的驻台大赛，看到现场的电视机械，真正是大开眼界。因为只要放入材料，机器就会用家己来包水饺，佮会用完成5层餡的包仔，甚至无共色水的搭配的手工饼干。嘛会用简单来完成。目前这个机器超过80种的专利设计，而且嘛行销世界各国。目前百成机械将调向100个国家、100个城市来行销迈进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